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跋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铁杆罗星当众神角安排更捷阵容，这就是陆军国电10几路。红沙国，闪光人士都挑战红武断枪人，强手碰强手。闪光闪势，旋风加起，以混沌起枪。断枪人的光线发挥咯，闪光人的光芒消失，露出真面目。断枪人，你回顶汉之辈，你也不是普通的角色。我的光芒闪现身而出，你的山发火，旗鼓相当，平分秋色。内行的，第三次则要收拾你的性命，10倍还无中呢。哇！嘿，玉笔师兄啊，你输了！半知半觉，应该是断枪人输才对啊，因为伊山发火有所损失啦。你乱讲，你乱转啊！伊个光芒消散，人怎啊显出真面目，起来表示讲伊输啦。你输，拢总无输赢啦。我分析互你听。断枪人伊个光线伫咧护身，但是光线被烧破哦。闪光人是用光芒打体，但是光芒散去，安尼共款拢总有损失半斤八两。但是还佫有第三次的决战哦，这局我一定会赢，赢到白某了赢，后会有期，告别。五人头诶，这个人你较莫食会较好哦。啊，时到时长，无米煮咸鸡汤啊！如今家先请李新良掠雪原之主了后，经过3天，被选了伊雪原出来找囝咯，掀起了大森林一场的骚乱。老下面嘛，到别选岭的下面咯。安那看无真假仙呢？也真假仙甲吕新良凡事怎啊去互狗掠呀哩？要掠狗煞变成叫狗掠去。也是讲安尼咧，这个真假仙哦，真够安尼土鸡摸狗咧。凡事去摸灰嘛，无一定咧。下面老三啊，下面啥物声？哦，迄森林中哦，迄飞禽走兽拢走出来呢。可能是明虎出来哦。安尼咱赶紧爬起来大树顶，也虎尾爬树。安尼有理哦。爬起来大树顶。哦，下面啥嘛？白色，下面大只猩猩呢？点较细声，毋通叫听到啦。
迄毋是星星哦，迄百星说完哦。哦，还没说完，还大完。哎呦，叫诶！啊，这两三时间都无代志。郭卫星甲国建绝招，请在天不中人员错过被鲁国军破功了。这个时阵多名去阻止，自首。如果想杀人，恐怕引起我的开杀。我已经了解你是谁了。真是好为你个气功啊！你敢是姑娘救人要紧啊？是。众先辈中毒功，半昏迷的状态，运动真气将毒功给逼出体外。你甲胡婷在。过来。真气已经消磨5分了，换我来吧。姑娘，你真勇敢，甲付好势，在。阿弥陀，现在，多谢总司女杰的救援。圣经各位前辈，请回转青山古洞以及回转公园修复原力吧。暂时将元首给丢开吧。阮这班老友是合力特别收拾到这个乱世闪光人，现在去拄到这个鲁伯军啊！鲁伯军坐地为业，所以才会领导不幸被杀，总受因由啊！我的徒弟叫做阿石啊，因为爱出名，也装扮做你同款的模样。有人讲是苏彦文，有人讲伊是温神佛。所以我才用其甲传条伊真面目，使天下人百开疑魂啊！兵精无卖，你是苏彦文吗？圣经这无重要，重要就是各位特别回山修身养性之前，先抛开修完才对。哦，真理，过时咯，过时！彦文啊，哎呀！请唔通叫我彦文，我是多名客。方才你运出孙杨真气救人，天下除分州大儒甲苏彦文之外，无人练这个孙杨功啊！你错了，难道你相信全天下只有你一个练孙阴功吗？所以希望你唔通太武断才好啊，不然你就是温神佛啊！因为你专讲佛话啊，姑娘。我是信佛，所以说服你。但是佛也是人所修，可是我绝对唔是温神佛啊！招人木心咯。对，多谢应有木色心。有志修道的人，必是先有一个亲像木色冷淡、不为名利所有的心。若为富贵荣华的念头侵入，便是容易坠入迷惑的欲境，应不能得到啊！你无感无情啦！人与人之间绝对有感情的，因为人是感情动物啊！我只能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姑娘，让我失陪，等下。既然当作我是你的朋友，你就需要陪我3天吗？啊？陪你3天？你是姑娘，我是男人；你是贵族，我是草民，这怎样可以呢？你是修道人，分什么男女贵贱呢？哼，矛盾。但愿你我能成为官包之交，养祖之情。可是你唔是男人，哈？不可以吗？愿当奉陪，请问姑娘，咱的前程欲往何方呢？向大都市去散散心啦！哈？都市散散心吗？
西迄个劫去大刘星甲乌云，四处一个走找史阳文。乌云兄弟，听说水君主弃官逃避了，可能是为了收拾魔亏庄稼人，所以暂时离职吧。也毋过水君主是忠君爱国之士，伊绝未做出欺君的行为啊。若是为了收拾庄稼人，这也应该对陛下请示出兵，何必弃官逃走呢？这事情复杂咯。听说庄稼人被军劫所踢，尸体被两个白衣人运入静海江。万教仙阁对吕伯君的话非常未了解。哦，吕伯君讲什么话呢？静海壮华龙，万教多感伤，计以三秋后，显赫在南阳。静海壮华龙，敢是庄稼人无死呢？可能诈死。咱侵入静海江，查看究竟吧。好，庄稼人若无死，天下不安啊！行。现在有莫外讲天下安，人个你安尼无影，讲你那心意无形外懦女，个大你才知，迄个后了来了，迄下落那个因为人类，安尼好死好死，啊是讲真假仙你甲可爱女新娘去伫咧掠即只白雪丸的囝吼，是安那掠？吼，迄啦讲了可爱女新娘实在有够厉害啦，阮两个爬去咧白雪掠的所在吼。寒霜世人，迄是外换呢，迄是零下毋知几马路呢。但是啊，我若忍耐着迄寒冷当棍，我若露头迎啊，甩那女新娘，人家安尼风声离雷，迄个西罗放落来，我紧放落来俺爱呢，我讲闻起来，了后发现迄只白牛。好海女新娘，安尼一冲飞到半空中，唢来去迄支香刀就咧砍落来，敢若上天空破，安尼看着迄个牛的头壳尔，迄只牛就咧昏去，因为一下就咧拉起来，两个就咧转来呢呢。是啦，安尼吼，我若甲你感谢啦，当然因公孙啊一定嘛是爱甲你感谢你咧，系啊。外老女啊，我问你，伊只牛差不多有几岁啊？若是这只狗啊，差不多20岁啊，毋少年伊呢。要你讲，这只雪丸是囝，佫有一只母哟，还佫一只母咧，迄只母可能足大只就对啦。想讲迄只母若出来吼，可能会来生囝，若生囝，伊若知影讲因囝的骹，互恁这个外老女来担当，我看伊会甲恁疼两帮哦。迄边啦。我别讲，伊嘛知影讲，这就是去掠，伊会找你算账。你若叫假死哦，叫做杀身情缘，好名留千古。你外老女我拢死老又免死面路了。哎呦，我爷娘，洪大主之命，这桩事替你关系。后来，安尼吼，要死行事，勇敢。真假仙的乱书答应，这种是条件书呢，什么叫照实行事？我俩准讲是啥甜呢，要来哄啥日两个哩？不得了啦！不得了！怪老师啊！一只大只雪丸哦，大闹乡村呐，闹得天翻地覆，迄个民众死伤不计其数。伊只狗哦，长外观安尼哦，身躯安尼白色色安尼咣咣叫呢。系啊！掠迄只狗仔囝来站卡，引起只狗母愤怒，但这要如何是好啊？迄拢小问题尔。怎低头皮，逐项你都小问题。我问你啦，我有一个印象。啥物计策？一年相了的印象，让迄只白狗仔囝甲掠来送迄个红大的大主大红袍做礼物然后。外老主你只大琴，因你只高母雪完到迄个风大的所在随只狗仔囝，一风大腰刀看到只高母会想点要来领，会引起一场爱怨。迄歹人会叫只高母拍安尼然后迄只高母随着因囝，伊就山顶去变山岭，安尼风波就浪静，安尼就一两了。
嘿，真假仙头脑实袂歹，拢是安尼。真假仙听令，命令你将这个任务做好势，不得有误。遵命啊！为老子送这只白狗来做和平的礼物，真小气！哪有啊？你若往安尼哦，会用相死呢？安怎？人少年本行无顺啦，唔捌会啦。迄人家白狗哦，迄一生年才有生一只尔呢，迄全世界我若无几只呢？啊，你若将这白狗啊训练起来哦，后摆做你一个好帮手呢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也毋过只狗一只脚尔，迄一只脚才有耳啊，若两只脚哦无运气。好啦好啦，来啊！将这白狗甲这个铁人甲收起来，好，准备。呀，我甲怪老鼠永远不见，但是苏彦文，我绝对袂当让你活在世间。大红炮啊，你个心声你听安那？哇，非常完美。用那呢咯，哈哈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哇，这只白狗这么水啊！哎呀，赶紧抓狗啊！好了。大红袍那后面拎嘞，哎呀，唔要要摇锣啊，总讲啊，这公路拢是怪老鼠的啦。有影无影，你唔通骗呢？袂啦，我袂骗你啦。我后面也是拢无公路，拢是怪老鼠的公路。好啦好啦，拢好你啦。我无来冤赢你的命呢哈，来去赶紧探听情报，嘻嘻用嘿。朋友。你认识乌云大流车吗？啊，迄个阮的战友啊。现在两人去探静海江咯。探静海江是咧创啥？查探庄稼人的生死。哈哈哈！可怜的乌云当大流车，可怜。要探静海江，必须经过皮红岭。啥做皮红岭？是啥玩意做皮红岭嘛？百闻不如一见。恁赶紧到现场去看遍的了解，10倍咯。老三啊，三位做平林到静海江的外口来看乌云一架大流车，到底是创啥？来看一看便知道。还没洗刷。大流车甲乌云来到静海江外路，静海江飞出2名白衣人。敌人阻击大流车的去路，双方一言不合引起争斗。什么？静海江外2对2之斗，难分胜败。当时水中又撞出一个身穿下服、白色披风的人。这个披风的人向大流车当乌云示威。大流车乌云运作前后夹攻，呀！身穿下服的怪兽一转身，披风飞出来咯！大流车乌云手级臂断。可怜的二劫为了地狱而关苦在海滩路。小巴啦！哇，可怜呐！大流车个混呐！
哦，原来披风岭就是安尼啦，用迄领披风伫咧做兵器，叫做披风岭啦，哈！哦，赶紧，发落休书。两句诶，还袂安啊，赶紧的啦！还袂发落上书要紧啊！哎呀，我想到了，想到啥？老师啊，我咧看迄个玉璧书生可能是庄稼人哦。迄个是安怎讲啊？因为伊对这个靖海宫内面非常的了解。安尼讲起来，庄稼人毋煞诈死呢？嘿，有可能。要若安尼，赶紧找多明家鲁新荣，而且来找防武断枪的人，好解决这个玉璧书生。了行。困难，信心杂足爬过难关，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，成功失败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顾赞。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呀！防武断枪人点出果断的招攻击玉璧书生，玉璧书生绝壁点龙，射中断枪人的要害路，紧张！断枪人的左手杀害嘛。这边面两个白衣人奉命在要杀五人头的文世先生。这两个神秘者在要使出什么技巧呢？请看精彩续集，苏彦文一路新娘。